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。掌中宝，心中刀，卸磨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，热血烧。在夜夜手写天照，千万去夜淡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修炼尘世中，愿求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堡主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，这外来人确实有些本事，经他医治，嫣儿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应该不日就能醒来。不过他向我提出想求娶嫣儿，嫣儿小姐有望康复，属下自然高兴，但此人万万不可相信，更不能与他结亲。长老，这是何意啊？此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属下那日看到了他为嫣儿小姐医治时使用的功法，邪异无比，吸人功力，有伤天河不说，还有无穷后患。长老之言，我向来尊重，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此人身份未明，我一时失察，才将他推举给您。他的手段如此可怕残忍，我们与之合作，恐有大患。现在尚可悬崖勒马，万望堡主三思啊！长老以为我为了嫣儿而不顾整个燕家堡吗？我也是在为燕家堡的未来做打算。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，若我不在，燕家堡需要有人来带领。七大派存在的根本，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门内隐士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以下，皆是蝼蚁。燕家堡这几百年来，只有身具天灵根的嫣儿，足以修到元婴期。他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话虽如此，可此人来路不明，若是对嫣儿不利，又当如何？堡主若是不信，我去试他一试，真伪自现。嫣来，我明日要去会会那个人，我若是过时3刻还不回来，你就向堡主汇报。嫣来定不负长老所托。你可是一约独自前来？此地没有别人了。那就好。之前说好的，只要我把你引荐给堡主，你就许我10万灵石。这承诺可还作数？刘长老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只问你，说好的灵石呢？好，我今日就离开燕家堡。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，与我再无关系。刘长老，这是急着去哪儿呢？你我交易已了，后会无期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可惜我们的计划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你要是去向七大派告密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哼，你休要威胁！我要是一时3刻不回去，自会有人向堡主禀报。刘长老，试试我新的阵法吧。血灵大法，你和桂灵门老怪是什么关系？
此地势必，两位护法大人可先行前往与门主会合。接下来的事，我自有安排。是，少主。堡主，刘长老前往会见那人，数个时辰未归，恐有不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演业宗去吧。属下遵命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燕堡主不愧是燕家堡100年来唯一的结丹修士，神识之强大，名不虚传，晚辈佩服。以你筑基中期修为，敢孤身前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看你的功法，是来自鬼灵门吧？想来医治嫣儿，也只是投石问路。说说你真正的来意吧。堡主果然快人快语，在下王禅，家父正是当今鬼灵门门主。您可记得，300年前，燕家堡就出自于我鬼灵门。这我自然是知道，否则岂能容你活到现在？看样子，堡主还是念旧情之人，那何不续上这段渊源，让燕家堡回归鬼灵门呢？家父对燕堡主这样的高手可是渴慕已久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六宗已经集结大军，不日便会攻来，区区七派弹指可灭。燕家堡地处边境，首当其冲，又要何去何从呢？战端未起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让我现在下注，令尊是否有些拖大了？其实晚辈今日来此，不光是为了鬼灵门，更是为了燕家堡。修仙界以实力为尊，燕家堡之所以屈居于七派六宗之下，就是因为没有元婴修士坐镇。嫣儿身具天灵根，而晚辈身具暗灵根，正是双修血灵大法的上上之选。以我二人的资质，莫说是结丹期，就是进阶元婴期也大有可能。未来燕家堡和鬼灵门有2个元婴期坐镇，势必凌驾于七派六宗之上。而且，晚辈向您保证，我和嫣儿的孩子将会成为下一任鬼灵门和燕家堡共主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敢立下生死咒？从师傅那儿拿的树叶，跟风月的有何区别呢？这竟然是青元剑诀全本，1到13层，还有，这是3转冲元功，太好了！这功法可以突破结丹时的瓶颈。青竹风云剑，这是结丹期的法宝。这次收获真是不小。韩师兄，该走了。见过董师妹，我们出发吧。真是块木头。董师妹，
我们在燕家堡人生地不熟，到了那儿万不可随意使用媚术，以免引来灾祸。哼，韩师兄未免谨慎过度了吧？燕家堡有护法大阵，能有什么灾祸？你再不出发，我先走了。师妹大可自行前去，不过洪福师伯这会儿恐怕正在哪座山上目送你我呢。你，哎呀！韩师兄，和我在一起，你很紧张吗？不紧张。那你为何不同我讲话？我与师妹并不相熟。可若是不讲话，如何熟悉起来啊？真是不知道师父为什么派一块木头陪着我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师妹，出门在外，还请谨言慎行。到燕家堡之后，也请听从我的指引，一同行动才是。听你指挥？凭什么？你又不是我师父。师妹涉世未深，修为尚浅，不知人心险恶。我修为尚浅，韩师兄修为也就平平无奇，何况天资又差。师兄师姐们都说，像韩师兄这样的伪灵根能达到筑基期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没话说了吧？依我看，韩师兄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不要随便使用媚术，以免惹了不该惹的人。这个世上，我董轩儿惹不起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若想要暖阳宝玉给你解毒，就得先答应娶我女儿为妻。若是有缘，我们自会再见。韩师兄，你走不走啊？这是您的通行令牌，先拿好，万勿丢失。客栈就在城东。好，行，走吧，走。请两位修士在这里写上名字。多把大坏人咱们一块小心。师傅说过，这次多把大坏危险。这是二位的通行令牌。城中有护法大阵，一旦开启，修为会受压制，请二位守规矩，勿滋事。这阵法还真有些麻烦。天生内体吗？难道与那合欢宗老怪有关？哼，有意思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仙子这么美的女子。是啊。该去客栈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急什么？来，师兄你也在啊？少喝一点。喝一盏，喝一盏，来喝。仙师，二位仙师抱歉，今日客人较多，只有椅子客房了，请二位仙师海涵。我们是燕家堡的客人，
千里迢迢赶来，竟然连甲字房都没有。这个仙子真是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对不住有什么用？总得赔点零食什么的呀。你是个修仙者，又何必吓唬一介凡人？这样反而容易生出事端。他们怠慢的是黄风谷修士，我是在为黄风谷挽回颜面。黄风谷的名头不是用在这些地方的，出门在外，一切还需谨慎。师兄真是个胆小鬼，师父是叫你来保护我的，你却一直在找我茬。既然你看不惯我，我也看不惯你。那现在开始，我们各走各的。请师妹务必谨言慎行。去准备吧。这位道友不用在意，道侣之间吵架是很正常的嘛。在下黄风谷韩立，见过各位师兄师姐。在下清虚门吴有子。这位是化刀悟五师弟，巨剑门八师兄，天阙堡方师妹。韩师弟不用烦闷，道侣之间小吵小闹那是常事儿。哎，一会儿等他消了气，韩师弟再去想办法把他哄回来便是。道侣嘛，没有隔夜仇。让各位见笑了，刚才那只是与我一同出行的师妹，并不是什么道侣。果真不是？真的不是。我就说嘛，八师兄，你赌输了啊！嗨，不就是一块零食吗？给你便是。和这些人打好交道，说不定对子欣有帮助。小二，这一周的账，请记在我名下。这位韩师弟可真是大方，明日可要与我们多饮几杯。明日一定到场，告辞。莫姑娘，果然是你。